大家好，我係木方電視台記者謝明恒。我曾經擔任紅磡運動會記者同參與星光熠熠耀保人嘅拍攝。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勇敢面對觀眾嘅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徐港通。我曾經主持無分廣播站，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發音清楚嘅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郭嘉婷，我新加入無分電視台嘅記者，我希望可以成為一個說話有信心嘅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吳海橋，我曾經主持無分廣播站同擔任週會司儀，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資深節目嘅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鄧俊傑，我曾經主持無分廣播站同擔任週會司儀，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有人有款嘅主持。大家好，我係無分電視台記者郭樂希，我曾經主持無分廣播站同擔任無分導賞員，我希望可以成為一位說話流暢嘅主持。